是谁？原来是你们两人来了。这是我们二人来了，来了就来了吧。妈妈，今日到此不动往日，我们替你找了一位财神爷来了。啊，财神爷，夸他有气。老师兄。妈妈，你在耍什么花招啊？妈妈，我请王三公子，我能少了你这个。那好，我进去看看，要是他能出来见客，那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二位师兄，既然蜀山姑娘有病，我们不可使妈妈为难，来日方长再来求治。蜀山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啊！妈妈方才有说有笑，真是有病。她生的是人之病。哦，二位师兄，这妈妈自出弄巧。想必这蜀山姑娘一定是生意双捷的了。王师兄。春长青，千岁穷，能干。
哦，请问苏三姑娘访你？苏三，哎呀，对，苏三是苏三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。送不
名成才十分发明，今日悠悠为姑娘啊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就清醒啊！师兄休得取笑啊！我只要走，我被苏三姑娘怠慢不认字。不，岂非怠慢？我有急于要这样。我还有事，就此告辞。王师兄，王师兄，那这张银票就作为收支吧。300两，苏三，你有看？妈妈不必讲了，我帮你往三公子明天再来。妈妈，你要交到了好运，可不要放了我家的点草子啦。我三姑娘有今天这样的日子，当然是少不了你俩的好处。明天再来啊！想不到花落山中。
三公子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将三姐改名岳堂成了。哦，连名字都改了。是啊，是经过送花上楼，才使我想起一花的名。妈妈，你叫我赏他人子无量，赏你无量。多谢公子。妈妈，赏你。去，走！哼，你倒真想领无量赏你了。走！你怎么将金锅关下楼去？妈妈身上没有银子，王八什么架子？妈妈，公子打来36000两银子呢。去，没有你的事，你少多嘴。对呀，我打来了36000两银子，一年未到，难道对用完不成？哎呀，我的贵人公子，36000两银子哪里能花得上？一赏，我还为你添了不少银子呢。不要再啰嗦了，待我先行回家去催，银子即刻就会寄到。哇，金龙，打开天窗10两哇！你已经写过多少信了？连一分银子都没有寄来。今天我已经开过吃完了。这里是妓院，不是奸商。哇，金龙，你有银子打来，万事便罢；要是没有啊，怎么样？哼，莫怪我马马虎去。公子，想不到圣君是此谈头。想当初随他3万6千年，媳妇费用金元门，宝儿梦真小年人啊，王八低头迎离身，暖宝儿留是我少，再给一座百花亭啊，西马金杯我肉在，后马菜帛与菜饼啊，想不到自己唯有一年挣，3万6千人一句话回正，宝儿手里菜别金，冷眼下飞正气人。原应该立志都是金发分，青楼岂是旧楼地，公子啊，不是早日为暖金。
山也不愿公子离去，怎奈你哪有银两及妈妈使用？像那妇女不行，还欠我不少银两，等我先去问他们讨完便了。公子，你诧异。暂且人事别离尽，劝公子回家读书举功名，苏山立志长相守，愿你金榜照地名，到那时名正一人来我与你夫唱妇在永相亲。三句说得有理，小生知命就是这样才好。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外村，寸步难行啊！这些手子，公子，你拿去代我银两。这乃是三姐上面背对心爱之物，死不得的。既用激动心，还分什么礼物？双金龙手指有鬼，只要公子必望等得此事，不枉苏山一片痴情，也就是两如此。三金，苏三，今天本是你万月之日，你怎么忘了先去进香啊？叫自己在门外等候。公子要为暖金，传之不足。我怎可借此机会向员外的姐妹上加银两？妈妈，我就去。好，三妹，三妹，快陪你姐姐先去进香玩哟！是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三姐，公子，我去就来。当初有情，情得意，此情无情，悲笑人情。王金龙，拿来什么？银子呀！
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是由为寄来的。我现在就要。现在没有。没有，你就与我走。走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三姐回来。没有银子哪有什么三七四七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就要干了！你听我，你听我，走！啊！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嘛！我知道王公子懂的事情。哎呀！啊！这是我手上的，是不是？好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穷光蛋，竟敢看我姑娘的身上，你我这三姐，我调虎离山鸟起用，跟随穷鬼往金龙，苏山再把卡来进。在关王庙，三姑娘几次三番相托告，举目要把三郎找，这真是大菩提呀敲心道，我今忙到刘成娘大心包。你来做啥？我来替三姑娘送信。送信？哦，是送花。哼，他可也不肯去，你还送什么花？哎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自从追了王金龙，他偏偏遭病在王中，3天不曾起过床，欲哭欲闹不动送，一日3餐不肯吃，叫他吃他死不动来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？我哪的当来女的好？我经过替你去劝，哼，他连我的话都不听，你怎么能劝得醒他？哎，万事娘，我再当他一顿，怕他不起来即刻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三姑娘乃是你刘成元的摇钱树。万一真的当出病来，你妈妈去跑谁呀？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
娘违心作意。哦，只要你能劝得醒他，妈妈我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有什么好处啊？就你1两银子。他说，那么2两不够，3两，最少5两。5两。哼，只要你能劝得醒他，5两就5两。因为你，谁为哪里？好，我要劝了一块避开。哼，老娘我在这里何妨？你在此，我就劝他不行。为啥？哎呀，妈妈，人要脸，事要皮。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醒了，那他又怎好意思答应呢？哎，那好，我走啊！劝醒了，来讲我啊！三姑娘，三姑娘。三姑娘，金姑，你来了，你的诗信来了。莫非王公子与了下楼？来，手下见。王公子他在哪里？他现在做什么呀？他是在一位王爷府里。王爷府里，公子从礼物时起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呀。的是这位王爷呀，三姑娘你也知道的。他本是很有名，在故乡威风凛凛，义气高，华夏金的长驸马，水上的青龙刀，身在老夫冠军转里的步，华容道上放曹操。哎，这是关公关王爷，我要问的是王公子现在哪里呀？哎呀，我的三姑娘，你的王公子啊，随时在关王爷的府上呀。公子是官差员们不对抗，只能落魄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苦了你呀！土地湾在里水里，地上盖的大红身上穿的是春袍，三餐时要等王爷几品到，到夜来行个最昂八根桥，他真是度14年10难熬。只看三间早来公子啊，你乖在瓦岗落下呀！夫人非公在京啊，既然苏三你知他，哪怕是欺负爱难将你当，金姑快陪我去找王公子。且慢，让王爸爸去跟青衣房里去。三姑娘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啊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放你去了。哎呀，我不为，哎呀，为了公子，你非走不可啊！金姑，哎呀，金姑，我不为的呀，金姑。妈妈。
是？妈妈，不好了！三姑娘她疯了！你姐姐她不实现了什么？我正在劝她，她就对我胡言乱语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苏珊，苏珊，苏珊！哈哈！妈妈，她骂你老不是，你这个老不是！妈妈，她说你怎么玩不是？你怎么玩不是？妈妈，她说你今天谁要死？你今天谁要死？哈哈！你们看！是，我一定叫苏珊
再不追啊，关王爷也要发怒了。好，小丽，先给你姐去送葬，然后到关王庙去烧香嘛哟。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了。妈妈，三姑娘穿好了，5两银子可以进屋了吧？去，不叫你去倒办好，今天一去反把他全疯了，万几的银子，这个关王爷显灵，你怎么能管屋呢？你我滚！今朝今什么老娘多美，哎呦！到如今啊，我囊中是西渡什难一生来旅无温饱，我白天漂泊
姐夫。请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未落到这般光景，唉，不敌也罢。他狠心将我关出门，我受尽几万副刺告，我是为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落魄可地有谁笑？我也曾把那妇女不幸遭，可他们是不念旧情翻几笑，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宝儿子千方百计来阻挠，幸亏经过把心痛，才得相会在光了屁股妈妈记茶苗，杂病杂风雨杂人，谁能相见在关
口成章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可是我要为转暖气，路途遥远，没有村子，是无应得。哎呀，掌柜啊，掌柜！素才早已想到，这些银两曾与公子作为路费。吕此正三界相助，死亡金龙命官非夫。苏三别无他救，这也已死。三界请教我王金龙无不忠命。公子。梅下渡挂衣，迎梦公子来在天，天涯茫茫。公子啊，苏三好比花中山，那你把我比作何来？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。今在花台独美人，蜜蜂莲花不离分，但愿花香三落是那蜜蜂不要在深夜梦死，神明在上，王金龙与早一日金榜得中，绝不过问三子，把我终身伺候。哦，对，不能关着大小，我王金龙若不去受伤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公子言容了，素才一在人前一表心意。神灵在场，公子非我不去，莫非公子不讲？爸爸来了。
应当。沈大爷，不必杀气，随此稍等。谁在这里大喊大叫的？这位大爷想为岳大臣说声。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沈延年，本是30人，家与万国尽我命啊，万国尽我命啊，白虎来到金都城。昨在是玉当亲，老夫天仙是难行，言不报无子女，朝他委屈做小心岳大臣不肯见客，留在家里后用。他既要去，就答应于他，倒可以趁此落进一笔身家女子。对，沈大爷岳大臣进入真人情，有才有貌真有名他本是我刘春月中要紧子啊，我哪来指望将他赢？你要娶她回家去，沈家女子怎么样啊？一对镜子啊！一对镜子，一对镜子。好，我这里与你漂一张，你们拿去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一岁教人嘛，一岁教虎。岳当春，马上随我走。
求情，不肯再见别的客人，所以必须用计相骗。哦，原来是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写一封家信，就是王吉龙的众位相，要沈大爷被他东望南京，岂不到了陕西？哎，好计，好计，那我们早计而已。哎，早计而已是啊，遇到了个妓女，又当成回来。哎，你玩吃醋啊？哎呀，吃什么醋啊？分明是家中遇到了一个严重之病。严重的何不他关情？此话真假？我有妙计哦，你去讲呢。下个还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。谁的太监要当成？太监要当成。一见受伤掉，用此替做敌，用此以做兵。这一块，我们就可永做夫妻，把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把头到老。有你下水，我到红洞的衙门进去买通官府。你大大爷，请放珍重些。聂当才，你见了我，为什么总是敬而远之啊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不陪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聂当才，你哪里知道我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嘞！啊，大爷爷在这里。哦，我是叫他往衣裳的呀，
刘当成，这位杨玉年端接大爷且是。大爷，大娘替你端来了杨玉面。哎，我家大娘，哎，真有为啊！岳当春，你也去一点吗？我不去。味道不错。那么你少吃一点。岳当春，你当我真的要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吗？难道你是骗我？岳当春，我与你这是了吧？一缕金，男女回来做小事来。是我当真？喏，这就是病句。青瓷夜来梦中再次陪我向佛问，你已是我身家人，再想回去不能。岳当春，你还是重要我吧？你让我走！你让我走！来！
我将你送官就办。地可可，鱼无用，快走吧。老爸，我好冤枉你！冤枉！我从公道当了一世的监察，不知道听了多少冤枉事，结了多少冤枉仇。老爸，我与天大的冤枉，但不知何日才能送去天上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女子还会与天大的冤枉，不妨说与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。红
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难过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关路吧。多谢老爸。这么大一天，我扛着棍子还要起床，你背着从家哪里走得动？哦，待我与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此乃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天高皇帝远，出了城还管什么王法批法哟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四此年纪，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生子都没有指望了。老爸事不宜迟，蜀山原为命令一句，不知以下是何？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呀？哎呀，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，哎呦，死不得。弟弟在上，随女儿一把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哎呀，女儿，弟弟。女儿，这根棍就当做见面礼，你唱着走吧。多谢弟弟。容易化回人，大事尽花事，大事在将亲生女儿送长门，情侣生涯非人过，如今母子痛苦生，说什么的娘心太狠，才愿意将亲生女儿送长门。定在是生
为白杀良心，他不该反为你负人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些花人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意灵啊！宝儿是有健康笑脸盈啊，不结婚莫上门，姑娘年轻当作有件事，到陈老之王就当作马路成恩，谈什么良心说什么恩，外婆是黄金把人爱曾经啊，再亏菩萨神意灵，他不该表远带来一对情，没人家人再把两害我三须人苦情，这人真是该死，遇了丑爷就三起思想，已经送了性命，也是财有应得，走吧。岂不要亏杀老本？你不招，他只好用力；他一当，你就招；他一当，也就退了。我要死要想要哭。那不用说，我从公道也不是好人。来来来，将这股带上。我一句话出彩去，弟弟怕怒气生。我走上前去马台里，弟弟，弟走吧。啊，弟弟且慢，
女儿基于关帝姑庙，想昔日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日，在人间立下誓约，司机带我去做高人哩。如此也好，快去吧。
归也要去三天。女儿，天色不早，得上滚路吧。啊，弟弟，且慢，有一事要与弟弟相商。什么事？在记中，一人替我写下申冤大状，事情尚在身旁，望弟弟总要想个办法，替女儿伸张才好。女儿，你将长子夹在刑家之中，见了郡王大人，铁书开家，也就城上去了。是弟弟。
这是有点的婚啊！请问大人，此案可问？乃杀人命案，哪有不问之理？万物灭着瓦贵，慢慢地数来。是。大圣父传，爱民是子，此次命我他家同生。好，两班暂退，让下死。万物可与上，与升上来。问你可与上，你说有，叫你升上来，你又说无，这是何道理啊？分明是我调虎，他应是黑。万夫恐怕长子被人收去，故而长在应家之中。王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夫当当撇数开干，万夫终是究竟，也是明目。请问大人，此意可灭？灭！来呀，当当撇数开家。万物早上之上面夜夜数来，大人用兵。要当参会之人。又是无道理呀！对呀，上纸上面写的是牛当称，看成牛当称，这又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我调虎，用意慢来，大人。要
分。好，生啊，生啊，文啊，分啊，讲吧。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却也被相差拒之。依我看啊，亏损的是一个大大的阔卡。哪里是阔卡？分明是王门之中出了一个败家之子。我年兄，依我看来哈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大的阔卡。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，年兄。大人是他算得，比我就算他是算得呀。算得，算得。那36000两俱已花尽，难道你吃的是银子，穿的是银子不成？哎呀，年兄，想他园中另外是有花费。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？这张纸上面写的是花费。这张纸上写的不是大人知道的。叶兄，你我就生他的花费。对，生讲。自己
余粮。哎呀，对啊，这黑夜之前，一无天平，二无登城，用手下来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杀人你！二位年兄，我是那王公子啊。下去，对，剩下去讲。张公子为暖心，我在暖炉炸鱼饼。公子非我抱去妻，要当成列子。
生，你怎么一时不问？问啊，问啊！大人，莫非救命佛法？神啊！哦，苏三，你在界中治了几载？在界中治了1年。我也真心来传吧。起来传吧，不与人。那王妈宝儿你，王妈宝儿不中意。你那知心的王公子啊！他与谁只有情？眼前才与那王公子才，你可爱成的。一日才与王公子，青纱给里一身儿情。哎呀，这怕那王公子已经头戴乌纱，身穿大红，他不来城里喽。三儿记得公子的不忠死举的一段心。哎呀，苏三堂堂须求情，好自乱境才我心。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能替他心房太无情？适当下位来相认。王法调调不用情，苏三，你的愿景本愿一致，待等声闻清楚是为水路在侧，你暂且下去吧。这当官司未同意，若当趁着在放宽心。
分，当时金花下已散落，那蜜蜂就一去。华夫花出远去，二位大人，相约当成却之愿望，明日理当并负此案，并负此案，理当是此，退堂。金龙之中插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当听山贼下落，想不到山贼身遭不法之冤，我须是拼了这顶乌纱，也要相救于他。相人啊，教长团结来，可有人谁？是谁呀？是我。到此做什么？前来团结。探望什么人啊？探望山鸡。山鸡？我们这里没有山鸡的。探望岳堂城。岳堂城，你是他的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弟弟，岳堂城的弟弟，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哪来？什么？靠山吃山，靠山吃山，开门银子。你尽管要我，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尽管要我岳堂城弟弟的名字。今天就是不负行为到此，老娘也要他的银子，拿来。拿去。看你倒识时务，快随我来吧。岳堂城，快出来，有人推望于你。一声双叫，岳堂城，惶恐不出进门，想我父亲与母亲前来探望是何人？
家里。想什么经历，分明是一对夫妻。哦，既是妈妈识破，哦，那就请妈妈在银锅方便吧。姐姐怎么银锅方便吗？三弟散了，三弟。二位大人来了，我醉了。啊，三郎。哦，三弟放心，明日一定为你设法平反此案。你是何人？但管得了此意。他是岳当成的弟弟。到此作甚？前来团结，深夜团结，有万劲旅。来呀，与我拿下！去马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还是这了吧。我虽是不服金安，望金龙他呆。kry称岳当成，理所道理，家园长在上天，宽过民法。无论是清官大臣，被这该死！哎呀，该死！背着等正月要事要见他人，正好在此巧遇。二位大人何事？背着等已将岳当成被冤冤地犯造刑，数万朝今生一笔字，已怕神捉拿回官，想立即开审岳当成，请大人批示。呀，三弟，快谢过二位大人。慢来，背着等还要做个严正美人，讨被喜哎呀，休得取笑了，府中一杯好酒宴，祝贺他人中原之喜。二位美意，下官永记不忘。三弟，你我快去接过二位大人，奇怪，大人请。
各位观众，请允许我借今朝介好的机会，我要向大家问个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我觉着哦，今朝搿场演出了，我觉着非常有意义啊，是唱后线人四百位，对吧？那么我想到后线了，我要讲两句闲话。后线我是很有体会的，因为我啊跟切亚西合作长期半个世纪以上，现在算来要60年了啦，是吧？那么我觉着是由于我的过去非常和谐团结，所以这个集团有得介许多日脚啊，长期合作，辣观众当中也有了很好的影响，是吧？所以以后的呢，我今朝要讲的就是切亚西比较过去比较早了一点哦，现在是正80几岁不算长命了，我今年也83岁了啦。那么这个切亚西嘛，死脱到现在已经有的6年了啦。所以正朝虽然伊人过了，我觉着伊这个声音啊，一直辣人民群众当中，而且各个地方有介许多传人，正早还没到齐了哦。而且大家侪有一定的成绩，演出搿个一台戏，那么所以这个切亚西的声音还是永存的。特别是哦，这个阿拉介许多老观众哦，阿拉演出搿台戏是蛮辛苦，因为我年集团了，现在是名存实亡，里向没人了，是吧？那么走了，病了，好像更没人了。演出一台戏，搿趟伊拉各地两个小青年啊，可以讲是这个是无上的奉献，伊拉蛮辛苦啊，还要感谢广大的观众。本来我想正朝突然是来介冷的天，不要大家不来看戏哦。结果我看还是场子里蛮热，坐了蛮满，谢谢广大观众的光临啊。那么我再要讲的呢，要感谢，因为阿拉目前情况呢，要演出蛮困难的，要感谢这个南京乐剧团啦，伊拉是无私的奉献。今朝侬看来配备的吴英梅都是伊拉集团全体的最好的演员。侪一道来演出搿能样子一台戏，我要感谢南京乐剧团对阿拉个大力的支持，而且非常这个认真啊，上下一直都是很认真的啦。我觉着演出搿台戏，还有嘛，我觉着搿次粤语声风当中嘛，出了一个南京乐剧团的小青年，叫李小雪，是吧？那么作为我这个老演员嘛，也蛮高兴的，是吧？但是我希望阿拉个工作、阿拉个事业能够叫伊拉个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我也关照李小雪，侬帮上虽然有名了，毕竟年纪轻，但是蛮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侬要好好学习，认真，要有所牺牲。我也希望广大的观众哦，那这个要像从前热爱阿拉老的一样的啊，好像在爱护阿拉的观众是元帅啊，都离不开的啦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讲，希望呢也要支持阿拉搿班个小青年啊，希望呢多多支持，有什么不好地方，那尽管提出意见，伊拉一定肯改进的。谢谢大家光临啊！好吧，好，祝大家晚安啊，晚安。祝你身体健康，谢谢。